讲到灿树这粒风台对台湾的影响是继续伫咧提悬，嘉义县政府为着要提升民众防灾的概念，伫咧9月21国家防灾之进程，配合消防局伫咧大会场设置防灾顾步专区，希望方便民众准备这寡防灾工课。甲灾害发生的时阵，需要准备的物件放入去袋仔内底。国家防灾之进程，嘉义县配合会场成立第一个防灾无助专区，希望加强民众的防灾意识，嘛方便准备。如果真的发生灾害的话，在同一个地方就可以全部购买到，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。来选购东西的时候，马上的他就知道说避难的需要的有哪些东西这样子。嘉义县消防局讲，这是第一届配合会场来做推广。除了希望民众保持防灾态度，嘛希望会当透过这个示范点，互各乡镇的卖场来了解，替嘉义县增加更较侪防灾无助专区。希望各店家呢能够配合成立一个防灾物资专区呢，让民众呢有机会很顺利的呢来完成这个防灾物资的一个准备哈。为避免风台带来灾害，嘉义县各乡镇的防灾设备嘛拢做好相关的准备。县政府呼吁民众，家己捌因为地动风台造成灾害，民众有好的防灾意识，才会当伫灾害发生的时阵，替厝内的人甲家己增加安全的机会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